1985年由喬宏叔、喬媽、明明姐同埋夏英光牧師創立嘅藝人之家，已經有40年歷史啦。弟兄姊妹平均每年都會做到成200場嘅佈道會。到呢10年左右，全球都遇到經濟、疾病、天災等等嘅問題，人心惶惶。我哋希望召集一班演藝界嘅弟兄姊妹，無分彼此，走埋一齊。我哋成日都話香港係一個演唱會城市，我哋今次能唔能夠做一場聖誕福音演唱會呢？到現時為止，全球已經有最少6個華人電視台決定做精華轉播，真正做到普世歡騰。今年係我哋嘅第一次，特別需要你嘅支持。藝人之家做藝人報道，從來不問酬勞，今次都係自負盈虧，但係又想搞一場專業嘅演唱會俾大家，所以我哋會用一個演唱會賣票嘅形式去做。我哋5點就開始聖誕市集同埋報佳音，8點鐘演唱會正式開始，一張飛玩足6個鐘啊！請朋友嚟睇就係最好嘅聖誕禮物啦！普世歡騰星光夜，12月23、24，香港西九龍見。